中市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友仔，欢迎收看今日1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防部伫昨昏头解发布国家级的警报，写中国发射卫星飞过咱台湾南部的天顶，收到的是熊熊弹，大家是拢错一条。总统府即马表示，经过精准的评估，已经排除政治企图。也毋过因为这个警报，国防部的中文写卫星，也毋过英文则是用 missile 飞弹这个字，国防部嘛有随对外回释的。手机向几落遍国家级的警报，国防部连续发3遍的警示，讲中国伫咧初九下昼3点04分发射卫星飞过台湾的天顶，请民众注意安全。这也是国防部第一遍因为中国方面的行动发防空警报。迄当阵总统蔡英文正伫咧高雄替立委候选人徛台，也叫大家的民众莫紧张，毋是飞弹。国防部昨暗夜发布火箭航线示意图，说明中共伫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运载火箭，因为侦测伊飞行的路线，甲原本美国公布的路线有淡薄仔差，飞经过咱国防空识别区台南台东的天顶，再用发感线的方式提醒国人注意。尤其在经过了大陆这个郴州之后啊，它整一个卫星的轨迹异常的情况。分别从进入我的防空识别区，以及进入我台南跟台东的上空经过。那在第4点的位置，你也看到这段时间它脱离了我这个防空识别区。不过警报内面中文讲是卫星，英文所用 missile， 互人叫是飞弹。行政院长陈建仁第一时间伫立法院回应时阵也讲唔对，国防部对此承认疏失道歉。这次国防部也申报抱歉。英文有关这个 missile 的用词不够精准，这一部门国防部会深刻检讨。这边发警讯，互民众惊一个。国家上拄是大选进程，有人质疑是毋是需要伫这个时阵发布？不过学者认为有必要爱提醒民众。这些太空飞行器很可能会产生技术故障，那可能就是会有坠落物，所以发布警戒，让民众可以提高警觉。一方面是他自己本身发射卫星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它其实衍生出对台湾的威慑意涵。总统蔡英文也伫咧 FB 表示，民主社会就是爱公开透明。学者也讲，不让完全排除中国利用发射卫星来混乱台湾。像日本面对飞过因天顶的不明物体，拢会发国家级的警报，以后民众也让国家有警觉的意识。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昨暗那立白3党的总统候选人拢伫婚家南拼场。民进党赖清德是强调讲会打造民主和平的台湾。国民党侯友宜是发出南北爱共同治理、爱集中选票，安尼才有才调政党轮替。也那民众党郭文哲是批评昨昏国防部的国家级警报，呼吁讲要发就爱谨慎。选举愈来愈化，那立白国顶夜初九分别伫咧婚家南拼场，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伫婚林后尾办造势大会，除了替家己的立委助选，也对支持者下3个承诺，希望民进党伫咧国会过半，国家的政策才能继续向前行。阮要打造一个民主和平的台湾，阮绝对袂惊回头路，阮会团结国家人民，强化国防，强化经济，强化和民主阵营徛做伙。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是伫咧嘉义本命区办造势晚会，将是迄当阵伫咧读嘉义当就国中时阵的班导师，还有11位捌教过侯友宜的老师来徛台拍温情牌，也发出南北强调。我动算，我会组成联合政府，结合蓝白共治，我咱会当完成政党轮替，咱的选票爱全部集中
民众党的郭文铁是继续伫咧台南进行车队扫街，吹讲自关庙出发，甲支持者做阵翕相，对国家级的防空警报是毋是中共介入选举的手段？伊讲国家级的警报别当变做放羊的囡仔。我不希望把人家讲他想得很坏，什么都阴谋论。不过从1996年到现在的，每次中共都扮演那个猪队友的角色。当然你也不可能说他这个期间就故意卫星都不发射，我倒觉得。反正双方都在过招。郭文铁认为，两方应该要建立热线管道，才袂发生类似情形。侯友宜是认为，各方单位应该伫咧24点钟内调查清楚，公布真相。赖清德是讲，人民有知影的权利，认为袂影响选举。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三党的副手嘛，拢在拜票走行程。国民党赵少康是向郭台铭发声，要伊紧出面，赶紧转去拿赢。针对韩国瑜讲，空港的囡仔嘛是爱靠中华民国保护，才会当做副总统。民进党萧美琴是批评这款讲法是歧视，使人遗憾。也那民众党的吴欣盈，伊去参加网络节目，用物件介绍，严格的表现引起议论。吴欣盈是认为讲，物价大起的时代，重点是咱台湾的经济爱改变。沿路甲民众致意，路边有人邀国旗回应。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去新庄府选拜票，为大选有声势。选战就特别高啊！蔡白侯友宜甲赵少康去台中造势，刷无机宣誓就职，引起大家讨论。赵少康背回讲是宣誓政见，展现决心，而且佫一届向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讲，希望伊赶紧出面表态。剩下3、4天，郭台铭还是自己出来吧。哦，你到底要做英雄、做枭雄、做狗熊？哦，就在这几天，历史会给你定位的。手比爱心第一，支持者嘛伫咧路边真热情摇手。民进党萧美琴去台中拼选战，家立委候选人蔡其昌甲林正义辅选，用这鸟的魅力吹票。针对韩国瑜讲，探空港的后生嘛爱靠中华民国的保护，才会当做副总统。萧美琴批评讲，这是有歧视性的讲法，强调选举都是竞争的关系，伊会全力拼落。对这些含有一些歧视性的讲法，都觉得非常的遗憾。那我们台湾努力的就是要创造给大家都可以有自己梦想的机会。甲支持者热情小酒问，民众党吴欣盈去桃园陪共党的立委候选人赖香玲扫街拜票。不过，蔡白参加网络节目的时阵，唔但讲歌甲跳舞，又不给的时阵，又国际牌仔的介绍真准，又台北市托办处组都差较济，嘛引起讨论。吴欣盈表示，伫物价直直起的时代，重点是台湾的经济爱改变。几年来，蓝绿执政的时候，物价一直狂涨。那我是觉得说，重点是台湾的经济一定要翻转，企业必须要减税，人民的薪资必须要提高。吴欣盈强调讲，伊有伫咧网络顶开节目，讨论绿色金融、主权基金、甲中美地缘政治等等，欢迎大家会当来了解看卖。记者综合报道。拜六就要大选啊！中国即马扰乱咱台湾的力头嘛有加强。国防部有公布有发现台海附近有10架中国军机、4架军舰，阁有4粒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其中有2粒飞过台湾中南部天顶，经过中央山脉。国防部是表示，中国是利用这款有哪无的行为来扰乱，进行认知战，干扰民心。大选倒头算4天，中国扰台嘛是愈来愈强。特别伫台海边仔有10架中国军机、4架中国军舰，含4粒中国的空飞机轨啊，其中2粒是飞过本岛中南部的顶面，软过中央山脉，关岛拢伫15000尺以上。国防部讲，机轨的路径已经严重威胁到真侪条国际航道，研判中国是用铺设地带10架做认知战。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从事灰色地带的洗脑，中共运用这样一个作为。就是从事认知作战，影响我民心士气。中国的空飞机轨啊，侵扰是一直来，对峙控制事件，但以来已经连续8天侵扰，加起来数量到20粒。国防部强调讲，若机轨啊对地面是造成严重危害，国军会积极来反制，但若无威胁，要开弹药，甲机轨啊拍落来。视其威胁的程度，还去做相对应的应处。那我们并不会随着它的袭扰，然后就将其击毁。那这样子呢，很容易就达到中共运用不对称作战的方式，来扰乱我战备应处作为，跟消耗我国军武器的目的。那至于它后续有没有落下的情况，我们会请战区
保持着密切的监视。国防部表示讲，目前是无发现鸡龟仔的残骸落伫咱国的境内，但若是鸡龟仔经过人口济国外的所在，会运用联合侦干侦的手段，含伫军机严密监控，对中国武力威胁的行为，美国国务院中心讲，反对任何干涉或是恶意影响台湾大选，相信台湾选民应该无受干扰，选出后一任的元首，而且中国停止施压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拜六就要选总统，中国的动作是不加济，唔但派军机、军舰，佮用空飘气球扰乱咱台湾，将会报告发射卫星飞过咱南部的天顶。加即马台海政见一向拢是民众真关心的议题，三个总统候选人嘛拢有提出因两岸立场的政见。进前总统蔡英文要定义伊的外交路线，就是建设稳定、互世界信任台湾的路线。其中两岸关系一向拢是咱总统大选当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大清特别讲过，家己若当选会延续蔡总统的路线，伊提出4大基调，要继续强化国防和民主阵营的合作。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我将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强化国防，强化经济，以及强化和民主阵营的合作，发挥威慑的力量，不引战也不畏战。也若国文体不公开肯定蔡英文的路线，但是伊认为思考两岸议题，爱徛伫美中对抗的局势，来想讲咱要安怎伫这个结构内底，互台湾得到上大的利益。两岸问题，这不是台湾海峡两岸，是太平洋两岸，必须在中美对抗的国际架构下来思考。台湾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还是要对抗。另外，侯友宜是批评蔡政府执政以来和中国的交流愈来愈少，伊主张九二共识，但是爱下中华民国宪法，除了加强自我防卫，嘛就和中国增加对外降低冲突。我提出的是一个3D 战略，自我防卫能力让提升，备战不迎战，同时两岸不断的沟通交流，增进彼此有善意。我的中间路线才会当真正的远离冲突。和平是所有台湾人民的愿望，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纪念过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时，特别明确表示9二共识都是一个中国原则，宣示要统一台湾。而且这几年来，中国特不时以经济武力等等甲来威胁，未来执政者要安怎捍卫台湾主权、台湾人民，又会做出什么款的选择，全世界拢真关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开始，咱会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外岛拢会变较寒。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伫苗栗以北天气会较凉，高温今仔是17度至19度，中南部花莲、台东、金门、澎湖高温今仔日是20度至23度。下半晡开始，各地温度就会开始下降。也若沿海较宽的所在，抑个挖近山区的所在，温度拢会变较低。气象署有提醒讲，拜4、拜5的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低温敢若10度左右。也若雨水这方面，华南喷雨区已经渐渐离开啊。也毋过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也是有淡薄仔水汽。北部、东北部、花莲、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也若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要提醒乡亲，这波冷气团拜4、拜5的透早低温只有10度左右。也毋过加载冷气团只影响到拜5、拜6投票日，气象署表示天气袂歹。拜3有一阵大冷的空气到位，中昼过去了后，气温就直直降。然后在星期4这一整天，尤其在星期4北部、东北部、金门、马祖，甚至东部地区，整天的天气是偏寒冷的。星期3晚上到星期4清晨，星期4晚上到星期5清晨会有低温出现。我们目前预估的低温，在马祖、金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低温大约10到11度左右，其他各地大约13到15度左右。气象署提醒讲，拜4、拜5透早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较快的所在温度敢若剩10度左右。只是除了南部以外，其他的所在高温拢伫咧20度以下。这阵冷气团影响到拜5尔，所以拜6投票日各地的温度拢是真舒适的。
我们目前预估选举当天天气，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只有东半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温度不会像星期三、星期四这么冷啊。气象署提醒讲，这阵冷空气有可能会达到强烈大流冷气团的级数，提醒民众除了爱穿好少，沿海的民众也要特别细致，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风会真透。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天气寒。这病毒就较活跳，疾管署就公布顶礼拜咱新增加510个新冠病例，也有48个死亡的案例。这两个数字拢是4个月以来新高。疾管署即马有估讲，新冠疫情甲流感疫情会伫过年的前1礼拜达到高峰。新冠疫情一天会有15000人确诊，也若流感1礼拜会有15万人去感着。医生嘛提醒讲，进前新冠预防针保护力已经无够啊，所以建议民众爱去做新版的 XBB 预防针。也若 Novavax 的 XBB.1.5 预防针，昨昏嘛开放注射，即开放就随风注文了了。Novavax 新冠 XBB.1.5 疫苗催稿开始注射，有要注疫苗12个以上的民众，加一款选择，大朋友100名也早起就登记了了。之前呢，人家介绍说吃蛋白的反作用或副作用会比较轻呐，所以就来打嘛。之前的打的疫苗就是高端嘛，吃蛋白疫苗，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技术比较成熟，我打起来自己觉得风险会比较小。民众抢要注疫苗，不是无原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515个新冠本土并发症，是5个月以来的新冠，而且顶礼拜新增加48个死亡比例，嘛是4个月以来新冠。其中中部一个40几岁的查甫人，本身有慢性病，唔捌注过新冠疫苗。去年12月中旬发病确诊，大约3礼拜因为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弱死亡。他其实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肺炎的疫苗，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加上说他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感染新冠肺炎之后，造成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当然会大幅的增加。那是新冠流感疫情嘛在滚价，疾管署讲寒流小煞来，加上疫情解放了的免疫库制，刷落来3礼拜，新冠和流感疫情拢会继续冲悬。估计旧日建议进程，就是1月28到2月初3迄礼拜。新冠和流感疫情会冲上悬。新冠的这个单日的平均就诊人次可能会上看这个1.2到1.5万哈。那另外在流感的部分，可能在单周的这个类流感就诊人次呢，会到15万人次。疾管署提醒讲，新春期间上北路南人丁来去，加上学校开学228年假这因素。过年了，新冠和流感可能会有一波高峰期，而且新冠JN.1变异株。可能伫过年时成做国内主流变异株，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流感疫苗，甲新版的 XBB 疫苗，避免感染了后并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即届选举高端疫苗的合约嘛，正做焦点。立法院伫昨昏就召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去报告。立委关心讲，什么时阵会当公开合约？陈建仁是强调讲，合约并无问题。不过政府有含高端有签5年的保密条款，要提早公布，就要高端嘛同意。卫福部长施水源是对高端公司敢愿意提早公布，伊讲伊表示态度看起来是乐观的。我们跟高端的这一个合约呢，都是在遵照着这个相关的法规呢，以及国际贸易的这个惯例来签署。这里面没有不可告人之事。到立法院临时会进行高端专项报告进前，陈建仁先强调，高端合约合法，在遐议会是将目标放伫高端采购合约什么时阵公开。不过因为牵涉签保密条款5年。陈建仁强调，政府爱对高端有信心，也甲立委一句来一句去。即便你认为有保密，那你把它处理掉。好，我们政府的立场到后面的文件，你通通都没有。我们政府的立场也是要公开，也是主张公开，但是需要双方同意。为什么要公开？他的理由是什么？价格不是都已经公开了吗？841块一剂吗？他需要召开董事会来决定。开个董事会有这么困难吗？你们不能积极的要求、积极的来沟通吗？
陈建仁表示，立法院调查小组监察院甲检调拢看过合约。郭明标表示，政府态度也是想要提前公开。另外，有立委质疑高端自控制1年，当时指出合约无公开是照采购机关的要求，为副部长试水员负责。各对提前公布合约表态乐观。我们没有要求说他保密了，高端是否会提前解密？我想我们是乐观的。不过，立委也质疑高端股价波动，雨伞河损失惨重。陈建仁回应，新药研发股价本来就会起起落落，若有牵涉不法的代志，检方也会来调查。所有新药的研发，它的股市都是上上下下。当它临床试验成功的时候，上上下下无安尼啦，有啦，你得看莫德纳和 BNT 就好了。我还没讲好内线交易，你知道吗？你刚才内线交易我刚才讲了，有内线交易我们已经查了，而且我们已经判刑了。北检最近侦办高端疫苗相关的案件，分案侦办有68件，其中已经签结63件，一件起诉经过法院判刑确定，一件无起诉。目前依然有3件在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有公布，去年12个月份的出口资料是2连红，出口金额超过美金399亿，是创下16个月新高。出口累积去年累积出口的金额是超过美金4324亿，这是创下史上的第3高。财政部表示，看起来外销的景气有咧回温啊。来看联合报，中国进前取消咱上化业的犹太关税。中国即马阁放调讲，伊要扩大停止合法早收清单的犹太关税。中国的商业部伫昨昏就讲，因即马正在研究，麻包内底包括讲农渔业、机械、汽车零件、纺织业，这些拢有红点名。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军家正侪党的幻象战机受空米相机的案。已经过身的军火商王段普，即马防指控讲涉嫌幻象2000战机采购备案，伊的太太、伊的看守甲4个囝子，嘛拢互列做贪污的共犯。不过即马因为追诉期超过啊，所以北检伫昨昏对因5个人做出不起诉处分。继续关心日本的草莓，真侪民众拢真介意食，也毋过小数伫即马公布上新边境的查验结果，无合格名单，计共有5批，这是对日本进口的草莓计共1200多公斤，是农药超过标准，所以对1月10日开始，这5间厂商要禁止进口1个月。日本草莓大粒又搁甜，自来就受到真侪台湾民众的意爱。不过，直传出日本草莓有农药，催告食药署搁再公布最新一波检查无合格的名单。由美方生鲜食业有限公司、旭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永泉水果有限公司，按日本福冈奈良成本进口的日本草莓，分别检查出农药，已经直接甲退运还是销毁。我们的用药方面有一些是不得检出的，就是退运跟销毁啊。食药署讲，日本草莓的产季是每年11月到隔当年的4月，因为日本草莓常常违规，敢若顶一季就20批无合格，违规的比例偏高。除了要求日本改善甲说明以外，按去年6月开始到今年4月底，日本竟对日本草莓采取上严格的100%抽验来监视查验。检验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包括有农药残留，对于这个产季被检验不合格的草莓，在日本有5个制造厂，自今年113年1月12日起到2月11日止，暂停这5个制造厂的输入查验的申请。事实上，日本草莓一直无合格，就是因为台湾和日本核准的农药无相像。亲像这个验到的混凝胺，国内的用温标准是0.01 ppm， 啊灭培灭派用温量是1.0 ppm， 氯分量用温量是0.5 ppm， 拢比日本的标准更加严。以氯芬龙、四派灭、亚灭培来说，这3种农药它算是低毒性，也没有致癌性。不过氟尼胺的话，它在动物实验却看到说它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医生建议讲，民众若要放心啊食，无论是草莓还是其他的果子，要食进前上好是以流动的清水呛水10至19分钟。而且因为草莓表面无光骨，会当用冷清啊、轻轻啊卤、轻轻啊水，拢会当大量降低农药的残留。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有民众伫台北 Costco 的内蚵店去买剁好的排骨，当去滚汤，结果呢，排骨的骨头有掉一块1公分长的刀仔片，害囡仔食的时喙齿去插着。这寡肉片是对屏东来的，台北市的卫生局已经交予屏东的卫生局去稽查。详细看，伫画面内底一块排骨的骨头。顶悬插一块差不多1公分长的刀片，会有遮尔含的相片，是有民众顶一日去台北市内湖的 Costco 买排骨，当去厝里煮汤。因查某囝食2块排骨，所发现内底有刀片，后民众是起一个抛去伫网络顶。无法度想象细汉囡仔若是甲即种刀片食落腹肚底，会发生啥物代志。强调 Costco 的品管需要好好要求。在吃的时候就舌头被刺到，当下我看到2块骨头有刀片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真的是很生气。铁片的外围其实是很锋利的，那个嘴巴一划下去，那真的不是缝个1、2针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相片抛去伫网络顶了后，真侪网友拢讲，这刀片真细块，无细枝就会去食落，万不利吞落腹肚底，囡仔可能会有性命危险。还阁有人建议讲，要保留证据，验伤提告。代志发生了后 ，Costco 发声明回应讲。厂商甲排骨切做过包装了后，就送去卖场卖。初步检判，伫骨头顶悬的物件，可能是寄排骨机器顶悬的刀片。毋过为保养维修表顶悬来看，并无看到设备有损害。台北市卫生局查到甲消保官等等的单位，做伙去 Costco 内湖门市稽查。依照业者表示，目前只接到1件的客诉。卫生局今天稽查同批号产品，没有看到有异样，也没有看到有锯齿状的刀屑，而现场也没有食品卫生不良的个情形。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Costco 这款肉片是由屏东一间食品工厂测的，结果再去门市内卖。不过业者目前是无愿意回应。台北市消保官建议，民众会当提起消费争议的申诉。身体健康有受损的部分，可以举证来跟业者请求精神的慰抚金。那针对所支出的医药费，也可以举证来跟业者来请求。市政府目前也已经要求业者要进行退费。目前屏东县卫生局现场稽查这间食品工厂，机械刀片并无损害，金属检测的记录嘛无各样。呼吁业者都要落实自主管理，以护食品的卫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中东的战火，即马有扩大版势。以色列是继续轰炸加沙的南部，嘛和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起冲突。顶礼拜六，真主党向以色列射62粒火箭弹，这是即阵啊规模上大的攻击。以色列嘛随反击，嘛造成真主党一个高级指挥官死亡。根据黎巴嫩这边的消息，以色列伫当地时间初8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空袭，造成什叶派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旗下的拉德万精英部队，因的高级指挥官塔维尔死亡。这是10月初7以下战争以来真主党死亡的名单内面位阶上悬的军官。塔维尔捌参加2006年和以色列的战争，和2013年和叙利亚的战争。以色列讲，拉德万部队对北方的边境渗透以色列，以军初7嘛伫咧对拉德万部队的行动内面，拍死7个真主党的成员，而且准备要攻击更较侪真主党的据点。因为以色列顶礼拜才伫咧空袭真主党大本营贝鲁特的行动内面，拍死哈马斯第2号的人物。因即摆的行动，互外界是更较烦恼，讲规个局势有可能升级。سامي بلال أبو عيسى ومحمد بلال أبو عيسى ناس على الفطرة يعني ناس غلابة ولا لهم في أي جهة ولا إنهم شغلة هم نايمين قصفتهم الطيارة الصبح الساعة 6:30。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在进行以下战争爆发以来第4摆的中东危机之行，无得停在和中东国家在协商，想办法要来阻止冲突扩大，嘛出现扩大援助加沙。Everywhere I went, I found leaders who were determined to prevent the conflict that we're facing now from spreading,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deter escalation, to prevent a widening of the conflict. 针对以色列的官员进行提议讲，甲巴勒斯坦人刷去其他的所在，布林肯是表示反对，强调讲袂当强迫已经无厝通转去的巴人离开加沙，而且若条件会当，应该互平民较紧转去伊的家园。伊嘛，搁一摆呼吁以色列确保加沙平民安全，和引导援助的工作会当顺利进行。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最近有马尔地夫官员伫社群平台骂印度的总理莫迪，这两国即马关系有变较紧张。恐惊嘛影响马尔地夫的观光，因为印度一年有超过20万的游客会去马尔地夫游览，这是伊嘛是马尔地夫主要的外国观光客。
白色的沙坡、水浅海面，南亚国家马尔地夫旅游业占经济产值的1/3，国际游客来去拢无断。不过最近选上大的客源国印度差袂煞，进前印度总理莫迪亲身落拍一支印度的观光宣传片，影片公开了，随时有真侪印度人来取赞俄罗本国的美景。不过所有3个马尔地夫的官员伫社群媒体讲莫迪是小偷啊，顶歹听话。虽然3个官员已经停职，由于两国的关系变甲真紧张，印度驻马尔地夫官员随即向马尔地夫外交部表达强烈的关心了。印度催配嘛调见马尔地夫驻印度的高级专员。I didn't visit Maldives, but being an Indian, born and raised in India, definitely my heart goes for India. 印度第2大旅游订购平台 Is My Trip 催配嘛宣布无限期暂停马尔地夫航班订购服务。去年印度有超过20万的游客拜访马尔地夫，虽然暂停服务会流失部分国际游客，平台依然坚持保卫国家的尊严。There are about 3 lakh passengers who fly every year from India to Maldives. So we are letting go of this business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our homegrown destination like Lakshadweep. 事实上，马尔地夫按新总统莫伊做去年11月就任了，外交上就慢慢向印度行远，转去甲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若中马两国去年互免签协定生效以来，去马尔地夫佚佗的中国游客数量持续增加。人数敢若比印度甲罗西亚较少尔。目前总统莫伊佐嘛当咧中国访问，双方有计签订投资贸易等几项协定。公视新闻杨间编译。因那美国五角大楼昨昏公布，因国防部长奥斯汀元旦去断院的原因，讲伊是伫去年12月初时发现滴到裂破线癌，手术了后就都有感染，所以才去断院。白宫是认为讲这无啥物好隐瞒的，进前隐瞒伊的病情无啥好。国防部长这边断院的期间，自头到尾拢知影人，也从来无接受全身麻痹。美国五角大楼最高说明，目前还阁伫咧华特里德国家医学中心断院奥斯汀的情形，伊甲幕僚拢保持联络，也让采取重要的决策。His prostate cancer was detected early, and his prognosis is excellent. His infection is cleared. He continues to make progress, and we anticipate a full recovery, although this can be a slow process. 白宫甲五角大楼将会对奥斯汀安卡伊断院的代志进行调查。伫过去1个月来，总统拜登完全拢唔知影家己的国防部长着癌。白宫认为奥斯汀这种消息无啥好。He was not informed until this morning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at hospitalization was prostate cancer. 今年70岁奥斯汀伫咧美国军事系统内面发布命令的权限，只敢若伫咧拜登后壁。伊的责任是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的国安危机，包括核武攻击。不过，这伫东正甲和平邦内面是真歹做到。奥斯汀是伫去年12月初做例行检查时阵发现着癌，要做微创手术也真顺利，真紧就等于睡休困。不过日日出现的胃、腹肚，还有尻川背连接腿的所在真痛。医生检查了是尿道感染，伫元旦大期1月初2转到东正甲和平邦，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等几多位共和党人呼吁爱开除奥斯汀。五角大楼讲，奥斯汀无计划要辞职。拜登也无拍算安尼死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关心波音公司新的飞行机737 MAX 系列飞安事故是一直发生。2018年到2019年，才因为操控软体设计出问题，引起全世界大规模停飞。顶一日佫传出阿拉斯加航空飞行机飞到一半，飞行机门的门绑煞落去。联合航空嘛发现讲，有几多台同款的飞行机伫同一个所在螺丝拢拧去。即马相关业者决定停飞，要扩大检修。根据路透社等外国媒体报道，阿拉斯加航空128航班伫传出客舱的门落去的事故了后，虽然将机尾有平安降落，无人伤亡，不过机队内底65架737 MAX 9客机全部拢停飞，影响141个机座，占总数差不多20%。另外一间大客户联合航空79架共机型的客机嘛停飞，取消航班有甲226个机座，差不多占总数的8%。另外，印尼民航单位嘛要求西主航空等等有737 MAX 系列的飞行机，都要暂时停飞。波音公司客机王牌之一的737系列，上新的 MAX 系列
为着让客户会当安排更较侪客舱的座位，改变客舱多层门的设计，这嘛真做可能的原因。两间业者伫事故了后的检查，发现客机的门、螺丝等等的零件有冷气的现象，这敢是甲波音工厂组装流程的问题有关系，要爱详细调查。另外，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指出，目前美国国内航线座舱通话记录器每2点钟就会把进前的录音的内容洗掉，地主后续调查的困扰。FAA thankfully has taken some recent action to issue a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to extend CVR time from 2 hours to 25 hours, but only on newly manufactured aircraft. So it would not affect this aircraft. 1月7日，伫日本羽田机场降落当中的日本航空班机，记录到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导火的事件。主管的国土交通省查到公布紧急安全对策，要求各机场航管单位对准备起飞飞行机发指令的时阵，唔通包括 Number 1、Number 2这类有顺序意思的用词，避免机师误解，发生提早进入跑道的情形。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咱台湾要大选啊！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去美国访问。1月7号，伊伫美国智库演说，强调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来核心，是袂当超过红线，所以嘛呼吁美国要遵守无支持台独的约束。来关心美国和俄罗斯的局势，因为俄乌战争变紧张。莫斯科即马以间谍的罪名，还有其他的罪名关过来的美国公民。俄罗斯的法院嘛公开表示，有关一个美国公民或者伍德兰，讲伊犯毒品罪，上当会判20年。来关心乌克兰即马天气真寒，低温是降到零下15度，落雪冷霜霜嘛影响供电设备嘛造成讲清外的所在即马无电通用，因为能源系统伫战争当中已经被破坏。乌克兰的国家能源公司就呼吁当地人，呼吁乌克兰民众爱省电，嘛挂保证讲因一定会赶紧修理。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高雄的莲池潭龙虎塔。去年开始整修，最近高雄市府参考国外做法，伫外口大型架搁挂相片，也搁煞互民众批评讲，安尼是看起来有够歹，亲像莲骨塔。主席公是认为讲，唔通安尼黑白讲，安尼无尊重神明。导游当然向日本游客解说龙虎塔历史，这是国外观光客真正来景点。最近台外观唔有时间因价甲历史房啊，顶悬阁有挂相片，就有人讲龙虎塔外观变作安尼，看起来亲像灵骨塔。安尼讲法，民众无法度接受。这个像无像灵骨塔啦，无像啦。我29年怎啊第一个听你讲像灵骨塔，我才想第一个听到人讲这句话啦。伊其实迄个大图输出安尼会阁袂歹呢。为啥我因为我伫遮上班嘛几啊年啊，我搁伫遮看，阁袂歹呢，阁袂歹看。龙虎塔是去年开始修复工程，烦恼4颗位啊因价盲爱影响外观。观光局是参考国外古迹修复做法，用相片的大图挂伫塔的外面，互龙虎塔来变装。针对有人讲亲像灵骨塔的讲法，主席强表示，安尼口说对神明真无尊重。用甲足水的啦，哇，表面足水，就安尼信徒甲游客啊，大家都满意。这类的手法在欧洲，包括了法国、意大利等，在古迹维护以及修缮历史建筑方面都是常用的手法，也获得庙方高度认同。观光局表示，龙虎塔到今已经买50栋，为着游客安全，目前正在整修，未来设置游客翕相建议位置，还有设华语、英语、日语3种语言导览解说牌啊，按算2020年会整修完成。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国内对2017年开始就禁止收容所甲流浪动物安乐死，也毋过收容所的空间有限，亲像即马新竹县的动保所关于狗仔的空间就强要甜啊，所以动保所有宣布讲，7月对今日开始要甲17只流浪狗野放。消息一出来，虽有民众来认养内底其中的4只，毋过剩的13只同款爱野放，只是讲野放这个做法嘛引起争议。古锥的狗仔看到人挖近会欢喜，摇尾溜。不过，这伫动保所的狗仔，若是来超过2个月，阁无人来领养，
新德县政府按算拜三就会放回去因原本的所在。这可能不是很好的做法，可能要再看看是不是有别的替代的方案，就是来处理这一块这样子。对，要不然我们的那个很多鸟类也有可能因为流浪狗，然后来弄到这样。可以接受。那怎么说？因为他就也没有钱啊，你也不能叫他应收嘛。那如果他应收的话，那可能变成还是会死在里面啊。新德县动物保护所解说讲，因为2017年开始规定，袂当实施安乐死，收容的狗仔愈来愈多，已经够要甜啊。为了解决问题，只好野放。因为过去是用安乐死嘛，然后现在不能做安乐死，然后我们收容所在运作上一定会动物进来，然后出的少，然后进的多，最后一定会激留动物在收容所内。收容目前已经到150只，接近我们收容的上限了。回治的话，对狗狗也是算是比较辛苦，但是也是不得已办法。就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希望呢之后在修法或立法上面，可以让有一个园区做一个生命教育园区，让人家不要弃养。弃养这件事情才是源头管理最大的问题。没有弃养，收容所哪来了这么多猫猫狗狗？哪来这么多爆量的事情？新德县动物保护所表示，这摆总共会放13只流浪狗出去，把强调每一只拢已经检查过，放出去被继续探证。不过这款做法到底好也歹，也引起外界讨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根据动保团体统计，目前咱国内水族馆还有2间，即马有海猪的表演。动保团体要求总统候选人应该爱表态，来要求海委会以动保法要求业者袂使予海猪表演。豚自由，摧毁国际，让海豚自由。伫总统府头前大声喊口号，放解救伫水族馆内表演的海猪。动保团体指出，海猪仔饲伫水族馆伤过矮，无法度展现自然的撇性。另外，业者阁会以教育的名义爱海猪仔做表演，致使海猪仔会出现异常行为。表演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让那个海豚，到岸上，然后有可能可以展示他们的鳍。那他们包装的方式就是说，他们会告诉民众，其实他们的部位个别的部位是在哪里。可是事实上呢，所有的海豚他们是非常害怕，就是靠近岸边的。但是我们每天可以看到说，一天不只是1场，而是2场或者是3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海豚表演。动保团体统计，目前台湾水族馆有咧做海猪表演的，北部、东部拢有1间。动保团体讲，目前已经有侪国家禁止饲海猪，但是目前台湾的海保署却不愿意以动保法限制业者禁止海猪表演，因呼吁3号总统候选人爱对此表明立场。全世界已经有10多个国家正视此问题，并且全面禁止圈养鲸豚。然而，中国与世界趋势逆风而行，不断扩张海豚或者是其他水族馆的产业。如果台湾不加紧脚步跟上国际的话，如果我们不就此淘汰海豚表演互动，在不久的将来恐怕难逃国际批判。海委会海保署回应，目前野生动物保育法针对保育类的海洋野生动物表演，并无明确文字限制。未来会参农业部共同推动野保法修法，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记者郭永随台北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即马是进入数位化时代，有一寡服务业已经开始数位转型，一寡基层劳工的工课嘛，渐渐啊，互机器人也是数位产品取代。劳动部即马就建议业者爱加强训练劳工的教育训练，互基层劳工有增加一寡能力，互劳工会当发挥更较大的价值。也毋过有学者是表示讲，咱台湾中小企业较济，也若这中小企业的头家较无训练劳工这款概念，安尼嘛有可能会造成头家家己对袂着时代，失去企业的竞争力。机器人到的时候，机器人伫餐厅内底送料理予人客，现代科技发展成果开始应用伫服务业。那餐饮业、超市卖场也开始有自助算小机器取代人力，金融业也有线顶智慧系统取代部分客服人员。劳动部罗安所发现，虽网数位转型可能会害基层劳工出现失业的风险，不过若雇主愿意投资成本做人力转型，加强培训劳工，嘛通提高产业竞争力。可能会因为数位转型而有一些职业可能它的相关的工作机会会减少，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会被创造出来，像银行
它的相关的一些可能前台人员是减少的，但是呢，这些人员呢，他可能会去被转型成相关的金融理专，他当然是要透过相关的一些职业训练，再强化他的一些职能。针对数位转型，有学者嘛发现，台湾的服务业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目前并无投入伤济数位转型，因为数位转型需要大量人才、技术、资金，拢是大企业咧做较济。中小型的服务业者，若无数位转型，有可能就会对袂着时代。中小企业头家伊的资金、人才拢有限，利润嘛无趁遐济。台湾大多数的企业，不管服务业、制造业，长久以来拢无在做人才训练，因为台湾的头家拢想讲要叫用现成的人才，去共挖角好啊。大多数的企业头家伊。无想讲要来好好训练家己的员工。学者指出，面对数位转型，部分基层的工课会互机器取代，已经是趋势。原有的人力就需要经过训练，转到其他无法度互数位转型取代的工课。学者认为，台湾侪中小型企业的头家，较无愿意投入资源伫这部分，背后就有可能会互人抬掉。学者建议政府要有机制鼓励中小型企业继续培训员工，由政府带头鼓励企业建立劳动市场的教育文化。记者关场随台北报道。即马柑仔长大出家己伫家的美女柑等待采收，也若月底家己伫家的蘑菇柑嘛准备要采收啊。农民讲今年品质袂歹。一粒一粒的美女柑，透过机器种出大细粒。家己关伫家乡的美女柑，即马当是采收的时间。山区的农民无用采收，仓库嘛挂要包装出货。农民讲，过年进前，柑仔类的水果需求量有明显较侪。它颜色蛮讨喜的，所以它还蛮受就是过年的消费者的喜爱。采收的时候比较怕雨水，可是今年算采收也还蛮顺利，所以品质也算蛮稳定。除了当咧采收的美女柑，伫伫家乡种植超过28公顷的蘑菇柑嘛，准备要来收成。农民讲，今年品质嘛算真好，但是因为种植面积有减少，所以价钱比旧年搁较悬。做到你一个年纪啦，你的体能你迄站袂调，就怎样休耕伊，怎样就废耕伊，所以产量会一档豆萎缩，豆减去。地界农会讲，蘑菇柑豆当拢是1月到2月这段时间高分，属于较慢熟的柑仔类水果。目前地界乡当咧采收美女柑甲其他的水果，所以蘑菇柑采收的量也无侪，暗算2月底才会开始大量采收。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有愈来愈侪超级市场、连锁市场出现，地区传统的柑仔店受到真大影响。台南成功大学的历史系就和高中生合作，去台南37区的柑仔店行打，伊嘛特别举办展览，透过展览和大家分享柑仔店的演变。开刀顶五花十色的杂西啊，佮有批梨啊、年水啊等物件，这拢是因为柑仔店买到的。过去店内唔干那卖食用的，佮提供假批卖票多元的服务。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参在地高中生合作，实在去行打各区的店头，要甲大家分享柑仔店的演变，嘛展出古式杂西啊车，互来看的人不假笑脸。伫台南呢，就去柑仔店买物件，我感觉较有人情味。东城呢，原汁酱油都是咱新华的酱油，所以柑仔店就是代表我们古老的一些记忆，还有在地的人情的网络。就趣味就讲伊外口有摆一桌啊，外口佫有茶，有人下晡伫遮咧食茶啊，结果发现讲，原来遮佫是一个里长的服务处安尼，正正是咧做总铺师，所以讲内底佫有大个冰箱内底，内底有足侪迄种。干杯啊！柑仔店文化有超过900档的历史。经过了解，目前也无研究指出台湾柑仔店的起源。不过有册记录到乾隆年间，平湖妈祖经就被招柑仔店嘛。近来超商甲连锁市场变做主流买物件的所在，地主对小本经营的柑仔店产生真大冲击。有袂少店家嘛只好对咧转型。数量有比较早来讲是较少。较少真济安尼，毋过伫咧部分的所在，人较少的所在，其实柑仔店也是一个真重要的存在安尼。保存落来吼，以后的一寡少年啊，会使去体验、去感觉柑仔店互你的温暖。
这个地点伫咧台南市立泡芙馆，按算顶到6月初，学生讲经过调查，台南的柑仔店至少有100间以上。因希望众人通透过无同的方式来入捌台南，卖使实际去行一撮，感受现代超商无法度代替的宁静味。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关心全美国人口上济加州，伫12月份顶个月，因有通过或者使用过的污水，透过净水处理了后，会当进入民生用水、民生食水的系统，希望会当互水资源搁扩大利用。加州即马嘛将做科罗拉多州了后，美国第2个甲富裕水净水化了后摕来啉的所在。在美国加州圣荷西的石国先进净水中心成立满10年，这负责加州居民啉水的心脏。上新的政府就是将民众用过白汤水经过净化处理了后，直接进入民生饮水系统。We have a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y first that makes it very clean, and then we have additional processes to make it to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So there's a whole technology in between the toilet and the tap. 加州州政府推出将用过白汤水经过严格净化处理过程，中心搁增加民众的饮用水系统当中，包含送去一般的家庭、学校加店头。这项政策对加州这个负3900多万人口的全美国上大州来讲，增加饮水的来源确实是行出重大一步。因为同款的计划伫7年前提出的时阵，引起迄时阵加州民众强烈反弹。不过即马气候暖化严重，极端酷化甲暴雨，虽然加州已经宣布摆脱3年的酷化期，不过加州的用水安全愈来愈无稳定，这也改变加州的民意。I mean, we live in California where the drought happens all the time, and with climate change, it will only get worse. And this is a drought-resistant supply that we will need in the futur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our communities. 事实上，加州针对水资源的再利用已用几十年的历史，范围也真大。比如用在打造小联盟冰球的球场，出设场地造势加农民的灌溉。不过，要将白汤水净化了后，正做用啉的水，就需要经过微控过滤、液渗透加紫外线消毒3大重要阶段。上主要就是消毒废水当中的病原体加病毒，同时也要移除让水啉起来好啉的矿物质，最后搁加断气。Yes, I would absolutely feel comfortable drinking the water produced there, especially after seeing all the technology, all the hard work that our operators do, and all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go into actually cleaning the water. 加州这项互废水用啉的做法，是为科罗拉多州了后，全美国第2个温准安尼做的州。不过，加州政府也规定，在正式实施进前，爱各地用户。圣荷西市政府也透过安排参观这个处理场。让大家实地了解废水净化过程，来提悬信心甲接受度。公视新闻警员庆平晓。听到火烧山，大家拢会想到讲，这是对生态会造成影响的。也毋过呢，其实为着保护森林，有当时也嘛爱靠火来做小型的野火，互放火来烧山，甲一寡无好的物件烧掉。安尼会当防止这真正火烧山的时，火一烧就袂烧煞的。其实火嘛当促进森林生态循环。伫美国东南部有正大片的长叶松树林，上济时阵有到36万平方公里，因会当摕来做家具、建材，经济价值正悬。因为这几年森林野火威胁增加，真济地主就开始用切落烧树的方式保护树林。We burned to protect those turpentine trees from wildfires because they had sap on them; they would burn up. So you had to use fire to protect your turpentine trees. 切落消毒是一种有防性的措施，伫咧人会当控制情形下，引发小型的野火，甲森林内面一寡较多的物件，包括青仔树、杉仔树、树枝顶头的树枝，还有附近的杂草甲灌木丛，减少以后发生大型失控野火机会。烧掉了的树枝表面有烧草带的分粒，掩过袂影响伊的成长。过去森林内面繁殖力正强，会排除其他生物的路特定杂草，怎么拢无看到啊？ You would see these 2-foot burn scars, burn marks on the trees, because that's as tall as the fire got. There was not much fuel, so it came through at this level, burning everything up. Now, because we have so much fuel in the forest, it's catastrophic fires. But this is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back to.
这种chất量消毒也当促进森林生态循环甲平衡，因为有一寡青蛙树的球果，就爱温度高才会爆开，互内面的水喷出来。伊若将地层的食物烧掉，会让互土壤填出来，互这寡树蛙的籽有更较侪发芽生长的空间。但是这种chất量消毒就要经过规划，爱伫咧野花季节以外的时间，考虑到天气，伫适当的风速甲稳定大气情形之下进行。美国民间林地地主这么做一个chất量消毒协会，希望尽可能串联扩大范围。北卡罗来纳州有一半的县拢已经参加，另外伫加州珍贵红山国家公园，一个东南部各州也拢用这种方法伫咧保护林地。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不利在提醒乡亲，下半晡开始受冷气团影响，天气会变较寒。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2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1度。当在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请平安顺心，明仔载9点咱再会。话向来者，哪里被政治班斗会安怎收？